歡迎你嚟到呢個屬於你自己嘅時刻，請你為自己揾一個安全，唔會被人打擾嘅空間，用你最舒服嘅姿勢坐低。可以嘅話，拎起一粒令你覺得安心嘅水晶，例如純淨嘅白水晶，或者好溫柔嘅月光石，輕輕咁揸住佢，感受佢嘅存在。如果你身邊冇水晶，完全唔緊要，你只要預備好你嘅一雙手，同埋你願意陪伴自己嘅心，就已經好足夠。首先，慢慢咁合埋雙眼，我哋先嚟3次深呼吸，用你嘅鼻深深咁吸一口氣，感受氣息充滿你嘅身體。然後用你嘅口緩慢咁將所有嘅疲憊同埋壓力呼出去。非常好，再一次深深咁吸氣，將平靜同溫柔吸返入嚟。慢慢呼氣，將所有唔需要嘅雜念都放走。最後一次，為自己吸入一份安穩同埋力量，然後喺呼氣之中，將成個身體嘅重量交俾張凳，完全咁放鬆落嚟。好啦，而家讓你嘅心好輕好輕咁飄返去過去呢一個星期，你唔需要特登去揾，就讓嗰個最令你覺得難捱、最無力、最掙扎嘅一瞬間，自然咁浮現出嚟。可能係一個畫面，一個好沉重嘅感覺，或者係身體某一部分嘅繃緊。當你見到佢嘅時候，試下唔好急住推開佢，靜靜咁望住當時嗰個喺困境入邊嘅自己，睇下佢個樣，感受下佢嘅無助，同埋嗰份即使好艱難，但依然堅持住嘅努力。而家，請你喺心入邊好真誠咁對嗰個自己講：呢個星期真係辛苦你啦。你已經用盡你當時所有嘅力氣，無論結果係點，我真心咁多謝你，多謝你冇放棄到。好好咁感受呢一刻，你同自己之間呢一份深深嘅連結。而家感受一下你手入邊嘅水晶，或者感受一下你雙手嘅溫度。幻想有一道好溫暖、好柔和嘅光，由你嘅手心或者嗰粒水晶入邊流出嚟。呢道光慢慢咁流入你嘅心入面，流遍你整個身體。呢份就係你送俾自己嘅理解、支持同埋專屬於你嘅療癒力量。而家對自己作出呢個承諾：休息完
叉完電，我相信我仲有力量。我會繼續陪住自己，面對生活嘅所有事。非常好，你已經做得非常之好啦。而家再一次感受你嘅呼吸，感受一下你嘅身體。當你準備好，就可以慢慢咁、溫柔咁睜開你雙眼，將呢份嚟自內心嘅平靜同感謝帶去新嘅一個星期。多謝你願意俾呢個機會自己停低落嚟，好好咁陪伴內在嘅自己。